近呢1-2年嘅成交數據顯示咧，呢個屋苑嘅香港業主佔咗成60%喎。嗱，咁究竟係咩魔力令到咁多香港街坊會選擇呢個屋苑咧？咁阿 Sam 就同大家解釋下。咁無非咧就以下3點。第一個，呢個屋苑咧位置咧就位於我哋中山嘅翠亨山區啦，即係以珠海市區500米嘅距離喎。一地雙城，雙城配套。最緊要係乜嘢咧？就我哋呢個價錢咧係珠海嘅1/2啊！呢度單價低至9000蚊1平方就可以攞低喎。嗱，咁第二個發展商嘅優惠啦嚇。嗱，而家最低首期咧，你只需要7萬蚊就可以攞低呢個屋苑。呢個面積咧就我哋最大嘅 size 133平方，佢係做到南北對流嘅大4房喎。嗱，望出去景觀咧都超級靚啊！係啦，實用率更加唔好講啦，房間大，空間大，接近100%嘅散率。呢個單位總價都係講緊120幾萬可以攞低噶啦，係啦。咁第三個就我哋呢個交通啦。嗱，呢度翻去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咧，我哋有業主巴士，你只要10蚊雞嘅一個通勤費用，半個鐘就可以翻到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。另外咧，你只需要130蚊，你一樣有直通車可以翻到香港嘅提子荃灣，翻港便利。對於港澳街坊嚟講咧，真係好方便噶。配套上咧都係成熟晒噶啦。10年嘅成熟大盤，樓下咧街鋪全部都開晒，去翻我哋珠海嘅寶龍城啦，都係10分鐘車程，可以滿足到日常嘅所需。嗱，發展商而家除咗低首期之外咧，仲可以送埋你全屋嘅家私家電喎，成31件套，同埋加多9999蚊可以送一個產權車位。嗱，感興趣朋友仔，我嗱聲讓我過嚟實地考察啦。